點樣可以自己 check 到自己有冇頭氣嘅問題呢？就係你尋晚洗完頭，朝頭早起身嘅時候，你輕輕用指腹捽一捽你嘅頭皮，跟住聞一聞佢有冇異味，呢個係其中一個方法。另外一個方法就係你喺洗手間嘅時候，輕輕攞風筒嘅暖風吹一吹翻鬆成個頭髮，跟住之後你再聞下空氣之間有冇異味，呢個係兩個自己 check 有冇頭氣最好嘅方法。產生頭氣嘅原因就係你，譬如你夏天洗完頭之後，你冇即刻吹乾個頭髮，頭髮濕嘅噏住咗你嘅頭皮，就好似你洗完啲衫冇即刻攞佢哋噏住咗咁樣，就會產生咗一種噏味。所以洗完頭記住要即刻吹乾你嘅頭皮。咁另外一種就係你出汗出得比較多，咁汗始終都係有細菌噶嘛，咁佢積聚咗喺頭皮，而你洗頭嘅時候又洗得唔係好透徹或者乾淨嘅時候，就會產生頭氣啦。通常比較厚頭髮同埋多頭髮嘅人都會產生呢一種問題嘅。咁點樣可以避免頭氣嘅問題呢？我通常都會建議大家呢，就係喺你正常嘅洗頭水裏邊呢，加插一啲頭皮系列嘅洗頭水。咁我就用呢兩個。咁頭皮洗頭水要點樣揀呢？咁你可以揀貨油性頭皮嘅洗頭水，咁佢就係可以幫你頭皮去油，令到頭皮可以清爽好多。咁另外咧，去頭皮屑嘅洗頭水咧就可以止痕，咁佢有輕微嘅消炎作用嘅。咁另外用呢啲頭皮洗頭水嘅時候咧，記得配埋佢嘅頭皮護髮素。護髮素基本上係唔可以落頭皮嘅，但係佢呢一隻護髮素咧係頭皮護髮素就可以落頭皮，而且佢個嘴係尖形嘅。尖形嘅時候就即係你可以咁樣直接落埋個頭皮裏邊，咁輕輕去做按摩，跟住之後你再帶埋落去髮尾嗰度，咁就沖咗佢，你就有一個清爽又健康嘅頭皮啦。